台头的生理有人就有跨国的卖毒品的集团，利用渔船走私毒品，并且想要利用台湾的渔船来接运来台湾。这海巡署展开调查，伫东沙岛群岛附近的海域发现一台可疑的渔船，登船检查后发现讲船顶无半尾鱼啊。颠倒是伫密层内发现真济大麻，数量超过400公斤，市价呢超过85000万。原来这个姓陈的船主为了500万的代价冒险走私。渔船伫暗蒙蒙的海面上行，海巡署警官单追的司警登船查缉，因为因怀疑这只船偷载毒品。规只船空空，什么拢无，无掠鱼工具也无起火。海巡署警官详细搜查，落尾伫船顶的密窗发现线索。密窝里面也是一样 IKEA 的包装，一个搁一个塑胶袋仔，内底拢是大麻，有400控制公斤重，市价超85000万。这头前规包刻出来哦，这种物件，你看，后边就无啊。第一别康，船长表情紧张，原来有跨国卖毒集团利用船只走私毒品。姓陈的船长为了小贪500万，带3印尼籍的船员，7月14对台湾出港去东南亚海域载毒品，也毋过伫当来路中都互海巡署抓到。因为东沙海域的部分，它这个也不是我们最主要的那个作业渔区了。那它出港的时间那么长，到这个位置的部分，其实就有点可疑。一上去的话，他们就根据船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渔获量，那看这个船长及船员，这个也蛮紧张的。根据了解，这批大麻敢若是来自泰国，负责接应姓陈的船长有毒品的前科，捌走私农渔产品。这个冒险走私大麻互抓到，那真正互木须拍卖，更有可能会互判超过10档，相关无期徒刑刑责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